喺日本熊本一間有61年的古老咖啡店，世界第一。伯伯話佢1964年開店營業至今，伯伯已經88歲啦。佢只賣一款咖啡，佢獨特沖發的琥珀色之咖啡，非常清幽香，同我哋平時飲嘅完全唔一樣。而且仲可以買佢嘅咖啡豆，我買咗包，好開心啊！連古老嘅時鐘都已經停頓了，彷彿這裏沒有時間的流逝，一直保存住61年的古色風味。Thank you.